百家樂點樣才能唔敗？你準備好了咩？今日就示範俾你睇。唔夠亂再用機洗。咁亂神仙都難猜。先講結果，第一局開閒，馬上發出來，一來就係閒9點，下一局和局。莊3點閒3點，係和局精彩。接落嚟開莊，閒7點莊補牌，莊9點已經連中3把了，呢個未算乜，我哋繼續，下把開閒。閒8點莊7點閒中咗，